为了让偏乡的囡仔有更完善的医疗环境，健保署门下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捐赠全新的气科诊疗椅甲相关保健设备，予台南市成功国小、展宁国小、三国国小以及嘉义县东石乡甲欢乐乡卫生所。那我们第一项希望就是说，捐赠这些诊疗椅能够提升在地居民的就医方便性，以及提供学童一个比较安全且完备的医疗服务。健保署为了感谢第一银行的捐赠，特别伫七股区三国国小举办捐赠仪式，并递赠感谢状予第一银行文教基金会以及参与校园气科巡回医疗的医生。非常谢谢我们健保署还有南区业务组集中牵线，让民间的社会资源，而且是对孩子们牙医健康非常有帮助的，引进这样的资源。这项捐赠为偏乡学校带来更完善的气科诊疗设备，提升诊疗品质。在场的长官也是来参观新的气科诊疗设备，并关心学童体验的感受。这次有这个诊疗椅，真的是非常开心哦！我们小朋友也非常开心，因为这个设备很优质嘛。健保署一直致力地优化偏乡医疗服务品质，为110年开始，陆续媒合民间团体，提供有需求的偏乡地区医疗设备，总金额将近2000万。我们这样子总共在台南市偏乡小学有31所的小学都可以获得这个牙科诊疗椅，优化我们校园的牙科服务。这个呢是全民健保为了提升全民的口腔健康，尤其是从小学开始。健保署期盼透过公私协力，持续优化偏乡的医疗服务设备，做好更较侪偏乡民众。台南新闻综合报道。